手把手祷告手，在天空之下，有植物，有小动物，有机车，有汽车，很多你看得到的景象。但就在我们最近的这个景象，我们看到很多的树，特别是这些树很多都已经很多年哦，可能比你我的年岁还大哦。我们看到在它的身上包裹着，什么原因呢？或许我们可以查一查哦。它伫立在这里，可以说应该是几十年哦。它叫做什么名字呢？它其实是有一个它的类似像身份证的。我们如果有兴趣，我们可以来扫描这一棵叫做樟树。亲爱的大家，我们人生是不是很多时候其实很短暂，并无法像这棵树一样，樟树矗立在这里，经过了多少年，听到多少人的声音，看到多少这世界上所变化的事情，但它仍然执行他的任务，站立在这里，没有惧怕。就像圣经所说的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曾救赎了你，我曾召你，你属于我。我们有曾经被神所呼召，就像这一棵樟树一样，我们其实有我们的身份证，我们有一个册子在上帝的手中，他要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呢？好不好？我们来分享今天感恩的事情。我的名字就像这棵樟树，它有一个身份证。我的名字怎么来的呢？我的名字在今天发生了什么好事？代祷也是我这个名字被上帝召，要完成一个重大的使命，只有我能够完成的，而我需要上帝来帮助我的。我们的家庭也可以来分享，我们父母，我们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数算上帝的恩典，还有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们的名字要发挥什么影响力呢？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